我记住。敬所有无辜死去的百姓。那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呢？怎么，小范大人要亲自动手啊？麻烦举个杯。你在酒里下毒？京都那么多人，每天都有人死，除了可惜，我还应该说什么？你还想让我说什么？不信，你敢当着这么多人杀我啊？什么毒啊？什么毒啊？解药在哪儿呢？生死无常，咱们呀，看开点儿。这话是我今天刚学的，还真不错。殿下，跟你开个玩笑，怎么当真了？来，拿着。这又是什么呀？我说这是解药，你敢信吗？老二，咱不打扰他。生死一线，好久都没这么刺激了。叶姑娘，这会儿有事儿吗？没其他事儿。那就辛苦送我回府吧。如果在半路上我死了，就得麻烦你了，替我收尸。
老王啊，刚才门口郑子月跟你说什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他说这抱月楼那凶手啊有眉目了，他带人过去看看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陈院长关心您的伤势，让您呢去一趟他的住处。所以咱们现在是去陈院长那儿。是。你之前去过吗？没有，来京都这么久，一次也没去过。你去过吗？我听说陈院长啊住在城外，还是住在山里，神神秘秘的。婉儿，你刚才在李承泽面前说那些话，我很感动。这次北齐之行其实特别危险，沈仲不好对付。我跟他多次勾心斗角，在生死之间，我是反复横跳，也就是我命大，这才活着回来。嗯，北齐那个地方啊，我一点也不喜欢，我再也不想去了。沈仲死了，那边好多人记恨我，传我谣言，就是为了换我名声。真的？当然，不信你问老王。我作证啊，大人说的那是句句属实啊。你看，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完了！真是好词啊！听说是你写的？不是，不是你写的？抄的。对，你之前说过，你的诗词自梦中而来，并非自家所写。以后再也不抄了，欺世盗名不是好事儿。那这首《海棠依旧》就是最后一首绝唱啦。婉儿，当时情况危急，海棠是来杀萧恩的，我是借这首词来保命啊。选得不错，跟海棠朵朵这个名字绝配啊！命悬一线，我不敢敷衍。自保？自保。那北齐殿上太后寿宴，你与海棠朵朵携手共舞，也是为了保命？那次是比武。你答应过不骗我的。真的是比武，只是过程确实不那么伶俐。婉儿，不瞒你说，海棠这人性子脾气确实跟我合得来，我拿他当朋友，只是朋友，绝没有其他想法。千真万确，绝不骗你。我这么问，其实也是担心海棠姑娘。你担心她什么？人家苦荷大师、关门弟子、北齐圣女，这等身份怎么能做小？完全没关系啊，没有的事儿。那什么时候给我也写一首？这个有点难。怎么到我这就难了？不是，给别人的我都可以抄，唯独给你的，我想自己写。你得给我时间。要等多久？最好是一辈子。这院子未免也太大了。怎么不见人呢？
姑娘，走啊！麻烦问你一下，陈院长在哪儿？哦，萍萍在后院呢。多谢啊。姑娘们，冰镇的酸辣好了，来尝尝。冰镇的酸辣好了，好了。姑娘们，快来尝尝，来尝尝。好吗？真好啊。秦衡，秦业的儿子，他日义士军中的中流砥柱。你觉得要修这么大一个院子，得花多少银呢？没人会这么问。就因为陈萍萍这3个字。天高，元宵竹青沙白。鸟飞回，小范大人，无边落幕，萧萧小范大人，下。这不是你的诗吗？久闻小范大人之名，如今得见，三生有幸。有幸目睹过秦老将军英姿，秦家世代英豪，令人敬仰。在殿上见的？正是。嗨，那不可能有英姿。家父每逢上殿，必定犯困，没打呼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殿上吵得厉害，我倒是没听出来。让小范大人笑话。家父在家睡不着觉，就在殿上能睡。他不用每天上殿，经常去呀，他都是为了补觉。秦老将军是个妙人。我们秦家世代领兵，妙是不怎么妙的，也就比较实在。实在就很难得。万里悲秋啊，常作客。陈院长，我来了。百年秦衡啊，多病，他才是正主，你求我没用，还得跟他说。婉儿，哎，半霜
料到。秦某是来求饶的。秦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自从小范大人上殿之后，督察院群情激愤，全力查探。当然了，此乃国家之幸事，秦将10000个赞成。煮酒杯，煮酒杯。咱们再来一曲。这怎么还走了？没心情了。这还得看他心情。月由心生，不必强求。儿，这是第一次来陈园吗？一直想来，只是往年身体抱恙，无法出门。第一次登门，做长辈的应该有所表示。喂啊，喂，啊。来儿走。你们两个慢慢谈吧。姑娘们，散了吧。小范大人，请。到现在还没有死啊！看来不用替我收尸了。你猜到那枚毒药是假的了？猜不透，分不清。那你为什么要吃啊？什么都猜透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可能会死啊！我死了是好事儿。婚姻不就解除了吗？哦，那倒也是。范闲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哪一句？抱月楼命案是不是与你相关？我现在说不是，你未必相信。等凶犯落网吧。可凶犯始终下落不明。会落网的。你确定？天网恢恢，命数难逃，我猜坏了。秦将军方才所说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瞒小范大人，我们秦家脑子简单，只会打仗，其他那些弯弯绕绕都不太懂。可京都这地方水又太深，我们搞不清楚怎么办呢？只能到处求人，哪儿都打招呼。林相、太子，一个都不敢得罪。也包括二殿下。要不跟小范大人说话爽快。是啊，二殿下这逢年过节该送礼送礼，该登门登门。小范大人，这理解吧？理解，都不能得罪。哎，就这意思。哎，不过我澄清一下，秦家绝对没有投效皇子麾下，走个过场。咱们这些带兵的只能效忠于陛下，不然那不是找死吗？秦将军说的够透彻了，跟二殿下有来往，但不是同路人。就这意思。还请小范大人为国除奸的时候，多留意一些。是吃了空饷？哎，绝无此事。秦某以性命担保，绝不可能。那秦将军就不必向我解释啊，主要是怕误伤，说清楚就好。
茶摊是督察院的差事，为什么找我求情？哎，归根结底，那不还都是小范大人的手段吗？秦将军是觉得，只要跟二殿下有来往的，我都不会放过。赶尽杀绝嘛！我茶摊是为国正法，秦将军，这不是党争啊！当然了，咱们不能那么叫。家父啊，一直夸奖小范大人出使北齐，插旗扬威。咱们这些当兵的，还是更欣赏这般做派。秦将军，只要秦家没有贪腐，就绝不会有事。秦家欠小范大人一个人情。我，切莫大头惊蛇。都啥事了？有送菜的见过，院内3人，面容和抱月楼凶犯相似。那都围住了，4面都围了，绝对跑不了。老二，我来吧。秦恒走了，托我替他跟您道个别。话都说透了，是不是朝堂上下都觉得我这次茶摊，不过是为了报私仇？不然呢？你是想告诉他们你是为了国法，或者是为了正义？我跟李承泽是有私怨，但我要真是针对他，我就不会把这差事给督察院去办。党争传闻是毁你根基，是要让满朝文武对你心存猜忌。所以我怎么解释都没用了。说什么都不重要，看你怎么做。那我到底要做什么，才能让他们相信我是真心查探，不是针对李承泽？找出个巨探。陈院长送的见面礼，各种珠宝，价值不菲。陈园占地之广，早已委之。园中奇山异石，价值连城，还有各路花魁齐聚园中，收拢天下之财。无视国法森严，如此巨贪，舍我其谁呀？陈院长，不用解释，下次上殿直接参我。从今以后，不会有任何人再说你有私怨。那您自己怎么收场啊？做你喜欢做的事，天大的麻烦，我扛着。院长，先别感动，先看看这一处刚刚送来的抱月楼命案的凶犯，邓子月抓到了。太好了，那这样一来，抱月楼的案子就有结果了。院长要不要去审案？巨贪就别插手了。你是提司，也是一处主办，理应由你全权负责。毕竟你身有重病，该做还是要做的。还挺精细，要不这个给你，你这把旧的给我。我这把不外接。怎么？里边藏了宝贝？有可能吧？切，你先试试。这一次
别再扔出去砸人了。看什么呀？你跟他这关系，他那里我必须要放人守着。谢谢。跟我说句实话，你给李承泽的是不是毒药？是。他吃了吗？吃了。不过解药碰杯的时候，我抖在他杯里了。想吓吓他？不是，真的想过毒杀他，但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叶灵儿说的有道理。灵儿说什么了？你不敢动手，我可以帮你。那也不能杀人呐！你们有多大仇，非要毒死他才能解恨？李承泽这个人，总是视人命如草芥，因为他自诩高贵，高高在上，所以我用毒杀他，只能杀了他这个人，却不能打败他这种人。我就是要在朝堂之上，依仗国法，堂堂正正击溃李承泽，才能告诉天下人，这世上不只有高低贵贱，依然有人尊法如仗剑。尊法如仗剑。石碑上的话，是我娘的话。我希望庆国之法为生民而立，不因高贵而容忍，不因贫穷而剥夺，无不白之冤，无强加之罪，尊法如仗剑，破亡养弥虫。我不是我娘，没那么大本事，实现不了她所有的理想。但是就一句，哪怕就这一句，我也希望她能在这世上成真。我知道一定会很难，但是我娘说过的话就刻在那石碑上。既然我来到这世上，我就不能让那石碑成了笑话。老邓，老邓，李月，李月，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？大人，属下本事不利，那也不用跪啊。不，大人是腿麻了。那是怎么了？凶犯死了？没有，跑了？也没有，3名凶徒，一个没了。那怎么就办事不利了？属下着急了，您没回来之前，我带人先把他们都给审了。没审出来？是没审好。不肯招？招？倒是招了。这是你的证词吗？啊，你招的？你这是你的证词吗？你，给我想清楚了啊！到底是谁指使的你们？审判大人，是我们对不住您，没跑成。睁眼说瞎话是不是？啊，走啊！所以幕后真凶是我。我们也想瞒着，可实在是经不住严刑拷打，还望小范大人见谅。严刑拷打了？没有，根本没动手。我刚他们自己主动全都招了。回大人，我们怕疼。好理由，有想法。大人，这是栽赃陷害，不能这么说啊！供词我也看了，条理清晰，动机明确。你别说，我自个儿看了都觉得我是凶手。
范大人，我觉得还是得用刑，刚才根本就没用刑，真打他们就着了。来，刚才都没动啊，用刑没用。3个等着被我抓呢。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讲，我们逃了没逃掉，就没想过自己的下场。小潘大人，认了吧，国法当前，等完人醒悟，还有机会。明白了，死士。提司大人何在？提司大人何在？提司大人，提司大人，京都府来人要提凶犯，不能放！我现在就把真相问出来，我现在人给出去。大人，京都杀人本来就应该京都复审，我们一处没理由留人。可是这样的口供，如果被京都府坐实了，您就百口莫辩了。要不然这样，就说抓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负隅顽抗，然后烧出不是我现在就灭口。人死在一处，同样百口莫辩。那也好过被栽赃陷害吧？对呀，大人。人给他们，做人跟做官一样，要守规矩。放人。做大事不拘小节。看来你没事了，那我得走了。别着急，万一是慢性毒了，再等等。就算毒发，你都在自己府里了，有的是人给你收拾。你们做女侠的，是不是应该有始有终啊？我总不能一直等在这儿，直到看见你死吧？那也不是不行。殿下，抱月楼凶犯落网了。真的？抓着了？谁抓的？监察院一处。范闲手下抓的。哎呦，不愧是监察院。京都府已经上门提人。京都府？杀人命案本就该京都府接手。人给了吗？一处并未阻拦，人已经到京都府了。京都府尹对此案极为重视，立即升堂，正在审理。用了大刑，3人数度昏死，可始终不肯招出这幕后指使之人。虽是杀人重罪，倒也是忠心耿耿。确实忠心耿耿。我招！是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下令杀人，小人句句属实，绝不敢诓瞒。爹，小贤贤来了！爹，小贤贤来了！爹，小贤贤来了！上来吧。师伯，重兵。不瞒师伯，装的。小贤贤，你的病好了。别告诉别人啊。谁问我，我都说你的病还没好。大宝令，大宝，哎，爹，自己去玩去吧。爹，那你一会儿千万不要忘了把大宝一定要带到书房里面去，千万不要让别的大家伙欺负他呀。好，小贤贤，我等你。大宝。他把这条小红鱼叫大宝，装不装病已经不重要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京都府已经审出结果了？
那3名凶手一口咬定买凶杀人的就是你。听说了。是你吗？不是。老二的手段，那几名凶手是他麾下的死士。智伯明察秋毫，你糊涂啊！人是你先抓的，让他死在一处不就完了吗？怎么又交给京都府了呢？抱月楼牵扯到范家，人死在一处，我说不清楚。说不清也好过罪名坐实。幸好你之前做的不错，把老二和抱月楼扯上了嫌疑。梅之礼卸任以后，如今的京都府也和老二走得很近，我们只能从这点上做文章。就说京都府是为了二皇子屈打成招。京都府如今与我走得近，如若京都府尹擅作主张，屈打成招，那岂不是要把范闲害了？对啊，有可能啊。所以说，为求一个凶缓坦荡、光明正大，速把人送去刑部。把人移送到刑部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来世伯这儿之前刚收到的消息。李承泽落子够快，他一直是个聪明人。到了刑部，凶手不会改口供，想必也是如此。就让他们死在刑部。还是不行，人可以死，供词可以改，但是痕迹过重，瞒不过天下人，瞒不过陛下。范闲啊，这件事我前后都想了，人要是到了刑部，你这边可就难了。大哥，就这样。还有最后一条路，这还能有路？抱月楼说起来，终究是范思哲的产业，他杀人更合理。您这是要我把罪名推到范思哲身上？想保住你，总要交出去一个。范思哲可是我弟弟，壁虎断尾，壮士几万，心狠手辣，好过折戟沉沙。师伯，那您有没有想过，若是今日我能交出范思哲，未来就也可以牺牲大宝。这样的范闲，您愿意见到吗？那就无路可走了。其实还是有的。那3名凶犯落网之后，我第一时间让麾下之人去查了3名凶犯的底细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大人，经监察院密档查证，此3人皆有命案在身，可以说是血债累累。按倾国律法，该怎么判？若不是还要查证抱月楼命案，当判斩立决。
囚笼里压的是谁啊？无生路可言，才能安心做死事。所以这3个人呢，早就应该死了。要杀他们，早在一处便该动手。如今口供都给了，这时才杀，坐实了你是杀人灭口。你有一点说的没错，重点就在于杀人灭口。杀人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那边，快！发现一个，把他看住了。好了，这些人直接给我追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是，快！怎么了？殿下，京都府大门外有刺客出手，将3名凶犯当场击杀。这么刺激，都死了吗？都死了。谁杀的他们？那要看是他们把谁供出来了。范闲？不会吧？我刚还说他是被冤枉的。难道真是范闲？刺客抓了吗？逃了大半。那就是说有人被抓，抓了1个。这么不小心啊！殿下，什么表情？被抓的刺客已被确认身份，是范无咎。这人我认识，这不是二皇子门下刀客吗？二皇子，这么看来，杀人灭口的不是范闲。范无咎是我门客，可他此刻没在京都，这事儿跟我没关。不在京都，人都被抓了。我为什么要灭口？供词里买凶的是范闲。因为早有传闻，宝月楼的背后可能是李承泽的手笔，所以京都府都站在老二这边。之前的供词都是假的。如今人要送到刑部，就可能会翻供，于是李承泽就杀人灭口，前后因果都说得通。郭宝坤跟范思哲离开了油铺，朝城外走，还背了行囊。是一出门就被发现了，大伙都守着呢。这是要回庆国啊？看着像。怎么办？放不放？我哪知道？哎呦！要不你去问问陛下？
他不是要留着郭宝坤吗？陛下说了，范思哲和郭宝坤的事儿，你做主。有人顶郭宝坤的位置吗？没有，走得很突然。要我看还是放了得了，留着也没意义。这留个好印象，万一下次来的还是他呢？哎，我不管，我就是个传话的，你定。你们珍惜一下圣女好不好啊？别什么事儿都让我干。你们个个多悠闲，我是圣女啊！贤？哦，对了，陛下让你有空给范闲写封信。我给他写信干嘛呀？问他一下，回南庆这么久了，这红楼一卷也不更新，属实有点过分。天天就知道看书。放人。是。我跟着去看一眼。他自己怎么不写？为什么让我写？范闲啊。范闲怎么了？你不是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得着个腿儿啊！哎，小师妹，你已然是圣女了，言辞注意优雅点儿。我跟他没关系。我跟他有关系。你们，我烦死了！小师妹，记得写信，信里催更。停车了！圣女，怎么样？一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像人觉得他俩有问题，不过被我们按下来了。车哪儿来的？和马航租的。租到哪儿？租到边境。就直接说去边境，半路换个车都没想过。可不是嘛，车马航老板当即就派人报了官，不过被我们压下来。敢问圣女，是让他们安全回到南庆吗？没错。那我们得跟随一路啊。辛苦你们了。一切正常。刚才你还挺聪明的，居然说去边境，没直接说去庆国。随时保持隐蔽，是咱们作案探的第一要务。我还挺有天分的吧？思哲，看来你也是可塑之才。郭兄，先前确实对你有些唐突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为什么范闲敢把你一个人放在北齐。哎呀，大庆如若都是你我这般人才，何愁天下不定啊？郭兄所言极是啊。大人，2个消息啊。一个呢，是这范无咎在刑部都已经招供了。怎么说的？我在殿下府上做事，圆梦与靖王世子相识，世子又与我们家殿下常常走动，我便认识圆梦。圆梦转投抱月楼，我看这是个好买卖，就偷偷瞒着殿下，帮着抱月楼办了几个卖身契。可惜此事被人知晓，我就故人行凶，之后就有了杀人灭口。我太贪了，都是我干的。他说的倒清楚，
全是自己一个人的错。他说呀，这个买凶是故意冒着您的名义，想要栽赃给您，这不合理啊！他既然冒充我买凶，又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呢？查这个凶手啊，已经查到他身上了，他不杀人灭口已经不行了。他这么一说呀，倒是撇清楚了您的嫌疑。我原来还担心呢，担心他往您身上泼脏水，说跟您同盟了。二皇子现在跟我这局面，他会下刀客跟我同谋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他现在啊，已经顾不上我了，只能尽量撇清跟二皇子的关系。那他能撇清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京都的人有那么好骗吗？可是刑部说供词没什么问题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大家心知肚明罢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俩消息吗？还一个呢？啊，有人又来探望您的病情了，病重不见客。是督察院的赖明成，就上回操我那个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来看望我的病情，这是哪一处啊？我家大人呐，那是重病缠身呐。但是听说赖大人到了，他强撑着也要跟您见上一面。你们家有多大？我们家，范府。范家这，不知道。各部官员所居宅邸大小是按照职别各有限定的。啊，如果范府逾制，我一定要猜上一本的。那要不您给量量？今天没有准备，有尺子吗？您等会儿，我给您借一把去。啊，不用了。我这样一个人量，是不是太耗时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没人这么干过。要不我帮您，咱一块儿量。今天就算了，下回吧。哎，哟，大人，您看你怎么还起来了？不是不让您起来吗？小范大人，赖御史来了。哎呀，赖御史啊，我都这样的了。我就不起来了啊！哎，小范大人，我问过太医，说你是重伤，买了些红枣，给你补补气血。多谢多谢。我们这些督察院的靠的就是一点俸禄啊，不比那些官员。你可能也听说了，在京都府里，只有我们这些御史是最穷的。本想给你买些补品，只是捉襟见肘，买不起，请见谅。红枣挺好，我就喜欢红枣。赖御史，请坐吧。老王，看茶。我坐坐就走。哎，您请坐。我给您倒上啊。小范大人，令尊中毒，你又重伤，是不是二殿下所为？我只能说没证据，不好说。范无咎的供词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。他一个门客，竟敢瞒着二殿下参与抱月楼杀人一案，一听就是胡扯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要参二殿下。你要参皇子？我等身为御史言官，理当秉公执谏。那我敢问一句，您这话干嘛跟我说呀？贪腐一案侦办至今，从名册上往下查，京城的官员受牵连的都与二殿下有密切的来往。如果继续查下去，发现潜藏极深，光靠我们督察院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查不下去了？除非是监察院能够给我们提供相关的案卷，
找我帮忙？不是找你，是找监察院合作查贪。那你应该去监察院呀，来我家做什么？监察院内其他人我不熟，只有你，我刚刚参过你，也算是有来往吧。这算是哪门子来往啊？查贪是为国事，有问题吗？那我要是帮了你，你还参我吗？当然要参了。你这是既要参我，还要我帮你。此事绝非个人恩怨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国法森严，怎么能私人交易？您可真是请人帮忙，一点好处也不想给。不愿意就算了。可以。怎么？可以合作。老王，哎，带赖御史去趟监察院，一处有哪些案卷相关的，他想看都可以看。好嘞。小范大人，你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赖御史，虽然你过去参过我，将来可能还要参我，但我总觉得有朝一日，我们或许可以做朋友。那不能。行公事者，怎能有私意？有道理。不过，小范大人，你我在查府反贪上面也许会有合作。为了国事，我想再多问一句：你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？怎么了？你病好之后，抱月楼一案，我要参你啊！那这一处的案卷，您多久能看完？1日足矣。2日，2日之后上场。2日病就好了。吃了您的枣，可不能耽误你参悟。那好，2日后朝堂上见。哎呀，这位真够可以的，哎，我送送你啊。你也难得啊，才被督察院参了不久，啊，又一波来了，还帮我一块带上。哼，没听说这么做官的。是啊，别人做官都是人情，我一做官全是人祸。你自己倒是知道。是我错了。谁说你错了？伤天害理、贪赃枉法那才是错。好好做事，不就是麻烦吗？你爹我什么都怕，就是不怕麻烦。我，那个，您没事吧？我倒无妨啊，只要2位康复就好。他怎么还跟你打招呼？怎么了？哼！赖明成做御史以来，快成疯狗了，至今咬人从没笑脸。我都没见过他跟人点过头。赖御史这样的官，我还是欣赏的。天阴了，瞧着要下雨。走吧，陛下等着呢。哎，这也不是上殿的路啊。今天在御书房。为何不应该在殿上吗？陛下说了，督察院主要是参的你什么官职？哪有资格总是上殿，占用百官的时间？哎呀，行吧，是我不配。哎，我坐哪儿啊？坐。就是参小范大人。后面站着去。不止。啊，这督察院胆子这么大。听说赖御史还去监察院。哎，借过啊，不好意思。闹得人心惶惶。
范大人怎么在这儿猫着呢？我看看这儿有什么书。这地方好啊，谁也瞧不见呢。哎，问你个事儿呗。今儿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陛下说呀，今儿来不来不强迫，看自愿。自愿啊，这可基本都来了。这年头自愿能信吗？您看看，那几位都到了，我们谁敢不来啊？是吧？这里不同大殿，不必这么拘礼。都坐下，放轻松点儿。范闲，臣在。雷明成，臣在。你还参他吗？参的不只是他，还有户部尚书范建。陛下，赖御史参我之前，我能先参一个吗？说。陛下，请看，全是名贵珠宝，臣找人估过，价值连城。哪儿来的？前几日臣与郡主去长辈家中做客，人家随手送的。随手一送就是价值连城。那位长辈家中远不止于此，依山林见远，搜集天下奇珍异石，更有花魁无数，奢靡之风让人叹为观止。这个那位是哪位？正是监察院院长陈萍萍。臣参陈萍萍涉嫌贪污受贿，请陛下明察。裴院长，臣在。有想说的吗？小范大人，我自己的东西送人有错吗？有没有错我说了不算，只是当下朝堂正值查腐惩贪、肃清吏治、以彰国法，在这个当口，什么礼也不敢收啊。陛下，臣能解释吗？陛下，这些珠宝您是否看着眼熟？这些都是陛下赏的，微薄之功，陛下屡次重赏，臣内心感激，也惶恐。你拿朕赐给你的东西送人，什么意思？自家后辈，其他的也拿不出手啊。那陈元呢？陈元是我暂住，房契不在你名下？不是。陛下，这种手段也常有，房契不写自己名字，对外说是或租或借。但深查下去就不好说了。陈院长，能不能解释一下陈元是借谁的？皇家财产，陛下赐我暂住，臣也有些积蓄，这些钱财所有来处全都可查。范闲，满意了吗？臣满意，臣参完了。赖明成，陛下，你参范家父子是什么罪名？陛下，范家牵扯抱月楼一案，身为朝官，私开青楼，与理不合，范家教子无方，有损官声，范家父子皆该担责。好像还死了人。陛下，杀人一案牵扯到二殿下，臣想一件一件的讲。范建，
臣在。你想说什么？回陛下，臣次子范思哲顽劣少礼，被人瞒骗，确实是抱月楼东家。臣教子无方一事，无话可说。幸而犬子悬崖勒马，深知悔改，早已将抱月楼封了。臣也以家法责之，将其赶出京都，远赴苦寒之地，磨砺身心。先有国法，后有家规。犬子范思哲并无官身，开青楼虽然不妥，倒也不违律法。既然这样说，那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谁没有妻儿老小、七亲八故？要是人人都恣意妄为、官为私用、沆瀣一气，那我大清朝堂的脸面何在？陛下，范建身为生父，范闲身为长兄，范家父子皆应担责。你觉得怎么个担责？降爵严斥。丞相，陛下，你觉得呢？臣不太明白了。抱月楼不是有人命官司在吗？这都没说清楚，怎么又聊上家规了？老臣附议，毕竟人命关天呐。言之有理，人命关天。查无实证，范家的事儿，稍后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原想由轻到重，循序渐进，先谈人命官司也行。范大人，我说你图什么呀？您自个儿是个监察院的提司，您参这边干啥？查探惩奸呢，我图什么？新单要是贪了，我一样参你。开玩笑，看戏，诸公都知道了，抱月楼3凶犯杀人之后被监察院捕获，随后刀客范无咎在京都府外刺杀凶犯。据查，凶犯乃是二殿下的门客臣赖明成，参二殿下有杀人灭口之嫌。儿臣欲下不言，勿信奸佞。只是这杀人灭口的罪名，儿臣担不起。范无咎已经供认不讳，诸多恶行真的是他一人所为，儿臣也是遭贼人蒙蔽，悔之晚矣。赖御史，庆国的律法讲究的是仁政、无政。正是。陛下，我督察院深受皇恩，彻查百官贪腐，现在已有端倪。经过细查，在前一份的名单上又查出京都15名贪官的名字。陛下，请看。陛下，范闲出使北齐归来，向陛下提起二殿下和长公主携手北齐走私一案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大批的银两哪里去了？这15名官员都有大量的钱财来路不明，而且他们都与二殿下来往密切。这臣就要问了，这走私来的银两，二殿下是不是都用到了贿赂百官的身上？陛下，臣恳请重查二殿下与长公主北齐走私一案。
不准。陛下三思啊！走私一案查无实证，纯属揣测。这事儿就到这儿。陛下，实证也许就在眼前。范无咎是二殿下的门客，重审范无咎，一是人命关天，可以查出真相；二是可以查出走私的端倪，请陛下恩准。查，说的太对了，一定要查，我100个支持。至于范无咎重审之事，我也支持。有赖御史在，鲍玉楼之事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一个清清白白。陛下，儿臣还有个念想，不吐不快。说。方才范尚书说了，抱月楼已经封了，儿臣着实有些担忧。抱月楼内歌妓杂役少说有数十人，他们一样是大晋的子民啊！这抱月楼封了，他们今后该如何生计？何去何从啊？儿臣以为这抱月楼之事是由范家起的，这些人也应该由范家来善后才是。有道理，抱月楼善后之事我接着。麻烦问一句，还做老本行吗？那自然不会再做青楼。那就太好了。李承泽，传旨，禁足你半年，自请其身。儿臣遵旨。范见范闲，臣在。罚俸禄半年，以儆效尤。臣遵旨。赖明成，陛下。赖御史，满意了？陛下，范家父子有损官声，降薪半年，处罚太轻，难以服众啊！你还想怎样？将军，家风确实不严，但是罪不至此吧？陛下，三思啊！陛下，你这是逼着朕改旨意是吗？臣不敢。你什么不敢？你什么都敢。二皇子已经禁足半年了，你还不知足？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今天大体都有个了断。散了吧。陛下，臣们还没有参完。陛下，臣还没有参完。好，你参谁啊？陛下，臣要参的也是陈萍萍。臣参的不是贪腐，而是法度不明。臣也不是参陈萍萍一个人，我参的是整个监察院。
陛下，监察院成立至今，麾下用人良莠不齐，诸般形势素有狂悖，朝堂上下、敌国境外诸事皆有涉足，可谓权力滔天。陛下，请问历朝古制可有此先例？岂有此理！陛下，陈院长呕心沥血，为庆国立下多少奇功？若没有监察院，哪来我庆国的太平盛世？你还敢参监察院？对，就算古制，也未必全对。可是庞然大物，天下诸事各不共担，这不仅仅是古制，亦是常理。陛下，臣恳请将历年监察院之卷宗交付六部，分而治之。你这意思是让六部多担些差事？不止，陈萍萍告老。百官都觉着监察院终究是利大于弊，那说明六部有昏昧。赖御史，监察院这些年来还是立了不少功的。可法令不明，后患无穷啊！陛下，这陈萍萍还在国法辖制之下吗？你的意思是天下人皆醉，唯你独醒？陛下要三思啊！这人一直这么勇吗？啊，那个赖御史啊，向来都是逮着人就参，陛下他也说不了什么，是吧？嗯。好了，监察院一事非一日可定。朕有些累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陛下，臣没有参完啊。好，你还参谁呀？陛下，最后一个。说，陛下，监察院威压六部，用人不明，这只是表象。正所谓正本清源，朝堂错漏，百官有责。然而并非根本。民间有俗语：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臣最后要参的是说，大胆的说，是陛下。那你不要！杀疯了，确实是疯了。陛下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者不知，是无知；知者不改，是无勇。我大清国的根基，不是监察院，是文武百官，是天下良心呐！陛下，现在改还来得及呀！天下人都错了，六部百官也全都瞎了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赖御史的意思是错的，不只是你们，连朕都一样错了。陛下英武，天资过人，但人非圣贤，臣怎能知错不见呀？陛下，
赖明成攻吾陛下，无惧无杀，此人狂悖之极也！简直是畜生啊！